来看后面的数位法2月开始实施，包括Google、YouTube、各游戏、地图、购物平台、各美台面册、各 IG， 中国阿里巴巴国际版、各海外版的 TikTok 等19间跨国的网络企业，头一批受到数位法的规范哦。这平台必须要管制假信息甲受贿的言论，若是违反规定哦，罚款是正重，爱罚公司全球一档营业额的6%。澳洲公民拿去社会媒体、搜寻网站或者是线顶买物件，可能经历过受贿言论，真侪假信息甚至遭到网络买物件诈骗。即马伫后面领先全球，伫8月25正式推出监管网络内容平台数位服务法 （DSA） 执行之下，是毋是因或者混乱风险会较少一点啊？The DSA is here to protect free speech against arbitrary decisions, and at the same time.to protect our citizens and democracies against illegal content. My services and I will now be very, very rigorous to check that systemic platforms comply with the DSA. We'll be investigating and sanctioning them if not the case. 数位服务法去年11月生效，今年4月25，将每个月用户数超过4500万的平台指定做非常大型网络平台。电商大公司亚马逊这个有名的网络电商，热年度以用户规模无符合非常大型做理由，要求百度伫第一批规范名单当中。We offer high-quality products from well-established brand partners, so we have zero risk of illegal products. 据澳门官员表示，这两间公司以为要遵守法律，不过亚马逊初步抗辩成功，数位法要求提供广告资料库资讯。目前已经和澳门法院暂停执行全球地配置的非常大网络平台有19个，包含Google、下海、YouTube 甲游戏、地图甲购物平台。Meta 下海、Facebook 甲 IG 甲母公司伫中国阿里巴巴国际版、速贝通、抖音海外版、TikTok 等，这公司8月25提交风险评估报告，2个月了后发布广告透明度报告，佮接受二度审核违反规定，可能面临全球营业额6%的罚款。而控制自1月开始，所有数位服务会全面受 DSA 的规范，已经提出后面打击不实信息的自律行为守则。推特改名社会媒体 X 是不是遵守后面规定也受到注意。公司新闻恩惠玲报道。